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现代真侪人拢爱泥头毛，什么款五花十色的色水都有。也毋过专家提醒讲，泥头毛上好都要用天然的染料，安尼较安全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这读做泥，哪一泥？第二条泥头毛的泥。读泥是读白音，泥就是互物件食色，改变你原来的色水，咱讲泥色；互布料食色，咱讲泥布。另外，泥色用的原料，咱讲是泥料。这个文音读做染，意思就是去为了什么款的镜头，或者是讲去倒掉、去过掉。像古早人讲去染到病、染到风寒，买当讲是互人影响到某一款的惯势，像讲去染到歹惯势，意思我紧目掉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例。头一个读做传染，意思就是烧画为了什么款的镜头，另外把镜头传染给别人，咱讲是画人。第二个呢是一句俗谚语，人讲白白布染甲乌，字面的意思是讲白布硬要甲伊染做乌色，那字句的意思是讲乌白甲人污烂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例夹做伙。迄阵讲感冒无一定是互人传染，有时阵天气多变化，家己无注意，嘛会去染到风寒。唔通讲看别人风邪，都误会讲是互人画着，安尼白白布染甲乌，怪别人实在唔好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染，另外一个音读做染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